Hello， 大家好，又係我西貢 Frankie， 好歡迎大家繼續收睇我嘅頻道。咁嚟緊，因為趁咗個市場咧，而家交投熾熱啦，咁所以追求一啲比較高品質、高價值、優質嘅物業嘅朋友嚟講咧，我相信咧更加多嘅。所以我嚟緊一個系列嚟講咧，就係拍攝一啲咧富有品味而喺市場非常之罕有嘅優質豪宅、別墅，甚至係村屋俾大家去欣賞。好啦，今次咧被到業主咧誠邀咧，我嚟參觀去一間咧位於喺清水灣道打鼓嶺地段純別墅區嘅一間大單邊嘅別墅。入到嚟，我哋睇到佢個私家大宅咧，佢擁有咧超過3000尺嘅入契花園啦，擁有自己嘅私家園林、私家嘅大泳池，望到咧係好開揚嘅翠綠山景之餘咧，遠眺白沙灣遊艇會海景、康湖居嘅別墅海景，盡覽喺你嘅眼底裏邊。所以翻到嚟自己嘅屋企，哇，就感覺上咧非常之舒服寫意，而空氣咧更加係非常之清新啊！因為呢度位於西貢半山區，擁有咧清水灣嘅交通方便，鄰近呢個科技大學，所以集齊咁多優點。但係佢係一個純別墅嘅住宅區，而大家可以睇到咧，屋主咧非常之細心打理佢一個園林，入到嚟好靚嘅一個園林嘅設計，小橋流水，就係可以睇到咧業主咧喺一個整體嘅裝修佈局裏邊咧，係點樣去融入呢一個大自然啦。首先咧，大家入到屋裏邊咧，就可以見到咧一個好龐大嘅廚房啦。對出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分明嘅客飯廳，個設計啊、實用度咧非常之足夠，因為係四四正正嘅。而去到一個前花園咧，一個好大嘅泳池啦，即係絕對係游到水嘅。咁呢一度嗰個嘅花園面積嚟講咧，係接近成3000尺㗎。而另外一個區域咧，就係一個酒吧同埋一個書房嘅區域。屋主咧好細心咧，去佈局咧呢一個區域咧，就係同家人咧或者朋友咧去享受一個生活空間嘅地方。可以大家見到咧色調嚟講咧係專登個燈光咧係會係比較上係氛圍啲嘅，無論係家私、色彩配套嚟講咧，都係非常之有英式大宅嘅品味。咁而呢一個吧台咧，亦都做得非常之豪華啦。咁而喺個吧台嘅區域之後咧，就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嘅偏廳。而佢嘅書房亦都改咗作為一個家庭嘅影視廳啦。所以咧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去一個把酒言歡嘅時候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氣氛氛圍嘅。而上到第2層嚟講咧，就係一個睡房層啦。而呢個單位嚟講咧，亦都位於清水灣道啦，所以交通非常之方便。
咁就算工人唔揸車咧，一行出去咧就已經有晒巴士小巴噶啦。鄰近咧就係呢個科技大學，咁所以咧就係落去將軍澳咧，其實如果揸車嘅話咧，其實只係需要5分鐘到嘅車程嚟啫。咁所以交通非常之方便啊！無論你往返九龍，去到香港，甚至去到中環 CBD 咧，都係咫尺就到噶啦。咁我哋嘅時間嚟講咧，大概可能喺30分鐘裏邊已經可以到達。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嚟講咧，你想去參觀選購嘅話咧，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21期工專業嘅團隊。我哋已經擁有超過35年嘅歷史㗎啦。區裏邊咧，我哋有3間分行，分別係我哋嘅西沙路分行，就係高柏鄰近啦；第2間就係西貢市中心分行，同埋我哋清水灣澳龍分行。咁我哋資深同事咧，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㗎。咁漂亮嘅景觀，超大嘅入契花園，大單邊嘅別墅，2層嘅靚則，交通方便，鄰近科技大學，呢啲咁優質嘅物業嚟講咧，喺市場裏邊咧真係好罕有嘅，所以記得聯絡我啦。多謝大家收睇。